妈妈，一个神圣的称呼，它存在于大多数人的最初的记忆里，让我品尝到了人生中的第一种味道，给予了我阳光般的温暖。它教会了我走路，赋予我面对困难的勇气。在很多人的认知中，妈妈就是一种无所不能的存在。妈妈，直到噩梦的出现。养孩子是我一个人的事儿啊，你凭什么到外面躲清闲？我躲什么清闲啊？我去为你工作，还不是为了这个家吗？操！你都自己在外面吃喝玩乐去了。你看看你，回家你就没好脸做，我就不回来了。家当然比不了外面的温柔乡了。那就离。离就离，你把孩子带走，赵三月姓赵。我不要孩子，孩子是你生的，你不养谁养？姓赵的都是个王八蛋，给我滚！你在干什么呢？你给谁打电话呢？想你爸了是吧？说话！不想你为什么给他打电话？他根本就不想要你了。你跟我在一起，委屈你了是吧？你走，你去找他去，你看他要不要你？姓赵的没一个好东西，你就是白眼狼你。画一幅春天的画，第一笔画在草木上发芽，短短的和我一样，原来春天也剪了头发。画一只迷路的鸟，高高的爬在白云的肩上，画一棵胆小的树，它睡醒了就会开芒花。可是春风是透明的，请告诉我，有谁见过它？他说每当树叶落在屋檐下，就是他记得悄悄话。高馆长、师傅，还有陶立清陶主任，今天是我转正考核的日子。你不是学这个专业的？不是，为什么要来这儿？为了吃饭。你看，多么光明正大的理由啊！实习了3个月了，对这份工作有什么心得体会？就是熟能生巧吧。你熟了吗？挺熟的。一般正常死亡的往生者，我可以把化妆时间控制在5到10分钟以内，比给自己做面膜还少。
将来有机会，我也希望能够挑战更多高难度的遗体修复工作，像师傅一样。有追求。谢谢。没通过。为什么呀，师傅？这是会议上集体研究讨论的决定。那您也觉得我这段时间表现不够好吗？你觉得什么是好？能够5分钟处理完一具遗体，或者像我一样去完成那些高难度的遗体修复工作？这就是你实习3个月以后对遗体整容化妆工作理解的好。难道不是吗？以后你不要说是我刘青云的徒弟。哎，师傅，3月要是真走了，咱们人手确实不够呀。你不用管，领导上会从别的部门调人过来帮忙的。那不也得从头开始教吗？万一新来的比3月还笨，那你……我不是说你笨。哎呀，师傅，你跟上头说说，把3月留下吧。哎呀，好师傅。刘司马，这是块硬骨头，得您亲自来。那做好登记，送操作间。好。该我了。师傅，从哪儿运来的？怎么回事要成这样？篮子脚踏2船，外头腊味受不了了，跑到家里头把篮子给砍了。这太难了。先去跟家属谈谈吧。